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靠我，来，你免紧张啦，慢慢行。这个所在吼，我定定来，内面有真侪物件。今日带你来吼，就是来摕宝藏的。恁敢有想要摕宝藏？有哦，等一下好好表现哦。交东西舞台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队长，小朋友，我来问恁，恁今仔日来到神殿是要做啥物？摕宝藏。哦，想要摕宝藏，神殿哦有规矩，爱团结，爱讲大义，安尼想要摕宝藏，就要靠恁家己的智慧。小朋友，石门神来问恁一个问题，想看卖爱哦，请问一个，有啥物代志是一个人做袂来的？篮球比赛，必修吹，开会，哦，办公会啊，办公会啊！恁拢非常巧，非常厉害，一定会摕到宝藏。那呢，今麦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新北老酒行政队出发。欢迎恭喜！小朋友，来，恁进来，恁进来。嘿，哦，我等恁真久啊。哦，啊，毋过，谁啊？恁的队名叫啥？给我听一解。老酒行政队，谁那是号这个名？因为阮老酒成长甲庙会数量是足侪，出济。嘿，哦，老酒是成长的故乡，无论是数量也是成长会，拢是阮全台湾上济的。妙。若是爱讲到号名，就爱用上有在地精神的形象来号名。哦，厉害厉害。啊，你搁有？所以阮叫做新北老酒行政队出发。哇！有法度甲一个队名，改变做一个故事，啊，解说互咱听，真正是足无简单的。最用心的啦。来，请颁奖。甲咱的观众就直接听上去啦，真厉害呢。哦，因若算安尼真团结，安尼考试就绝对无问题。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卡。叫阮的名，咱的大仙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新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的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请问咱录出来的小朋友，恁敢有参加什么社团的活动，还是团体的活动无？拍篮球、啊，拍篮球，敢有？打排球，拍排球，米小吹，啊，米小吹哦。嘿，啊，新妇敢有参与过？办公会啊，办公会啊，对吧？真正这拢爱大家做伙耍，无心会足虚伪的吼。好，即摆就是要考恁一个人做袂来的活动有啥物？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，来哦，接好哦。哎呦，真好，开会，对。哎，差一组啊！来哦，心路较准的哦。啊，手机，哎呦，拍摄。哎，唱歌、唔对。好一个，来，过来，伊迄度安尼讲，嘛唔知要讲啥吼。比赛，比赛。拍摄啦。队长啊，好发翕哦。米小吹，赞哦，你爱耍的米小吹。
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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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拍摄拍摄，唔好冲过头哦吼。袂晓。好，不要紧，放盘。哎，接到。不会。袂啊，好，来继续。好一个，恁队长开始感觉畏寒。我看无啊啦，我拍到目睭都看无啊。好，消防队。对，消防队，好，加油！加油哦！拍排球。真好，真好。哎，唔好冲过头，看好准哦。哎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社会。社会无唔对。过来接接。基础。起厝，真好。嘿，办公会啊。哎呦，地方拢有恁爱耍的哦。拍乒乓。哦，真赞，拍倒球，拍乒乓，砰砰砰砰砰。无对，加油加油！袂晓。袂晓，好，来，好一个，社团。对，就是社团。加油加油！规定甲接片。什么啊？喂，救灾。救灾对对对，救灾救人。哎，活动。真好。哎呀！小弟啊！搁跳出来，搁跳出来，这无较准的。哦，有啊。唔没有，加油紧！够时间，够时间。看无啊！拍喙狗，大喙狗。大吹口。所以，对对对，算你对啦。哦，头先有看到真侪人伫遐唱歌，迄叫啥？合唱团。合唱团，做伙念。合唱团。啊，再来哦，迄个拼音的部分，合作。合作。啊，再来放盘。放盘。大家敢知影放盘什么意思？放我甲我的好兄弟，哦，阮要去迄落洗身躯撸洗身躯撸我脚车片，我撸袂着。伊帮我撸脚车片，我帮伊撸脚车片。你讲你兄弟拢安尼录？兄弟哦，脚车片小撸者。无其他的想法。放盘洗身躯啦。哦，我了解，我安尼了解。了解无？板豆。板豆。板豆。哦，主要拢是拼音的部分。啊，个团队。团队。哦，真好真好，其他拢无啥物问题。咱来看卖恁摕到几题？拢总是13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真厉害！好啊，安尼马上来进行第二关啊！来，准备接招，进来ka！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着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体。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。准备接招啦！来，大家看这，敢知这是啥？D。嘿，D，无毋对。这是一卡，这是一箱，安尼是100。100。通常吼，咱若是一卡D，咱是毋是真简单，我就甲压断？对。亲像我一支手就通甲压到断，嘿对吧？哎呦！这里迄就是力头足摆的啦。嘿，啊，若是讲吼，咱100D， 100无好压嘞。咱咧压一定出歹压的。就怕你要甲压断是无可能，伊是团结真有力嘛，团结真有力量，所以是无可能压得断的啦。来，上做有力的要出来试看卖。95，还是民旗？民旗。啊，好来哦，等吼啊，。你准备好，嘿进两三就甲压落哦。来，进两三，哎。真正主要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团结是真有力、真有力量的啦。啊，毋过即摆要考的，甲团结敢若有淡薄仔无共，啊，毋过甲相对对有小可关系。哎呦，第一个题目就是相对对，即个物件一定是一双还是一对的？爱物件啊，动物甲会用的，鸳鸯。动物。鸳鸯。无迄个代志啦。就亲像咱简单讲就会啊。哎，啊电池。电池咩啦，相对对。好啦，来，进来ka。心中啊。相一对，是。我问题我。拜拜掉。爸爸做这一段给我加掉，爸爸手啦。我笑。鱼啊。鱼啊，对。
老母，对。没啊，尾啊，嘿，尾啊会对，尾啊对。卡卡，卡称卡算是一个，但是两片啊。八九零，目睭林对。鱼啊，你还讲过啊？无。哈，我讲过啊。够无？靠，裤嘛，安尼唔对，裤唔对，裤无，裤就一领尔。我拄则到底是咧创啥？这问者，你是第二粒心脏你度？我拄则心脏伫遮，啊你遮嘛有一个心脏。对啊，手骹嘛，骹床嘛，对骹床是啊，甲加算一个。耳机、目镜对。啊，寒天，寒迄手套。哦，拢总是对着10题，嘛袂歹啊，10题袂歹啊。互咱来看卖啊，换咱要 PK 啊，换位。好，刷落来题目就是要请问，嘿，请问恁讲出对的词，讲出对的词，对的词叫队员啊，队员，队对长，数队长，开始哦。哎先来讲，骹球队，哎，篮球队，篮球队，诶，这就多呢。队员，队员，好，野球队，野球队，野球队，队长，队长，好，无啊，野队，营队，野队有野队，有啊，诶，迄落对哦。哎，你小气啦，队员、队长，啊，就无啊呢。等下讲我前面讲啥，咱夹着，你哪对袂出来？我足济啊。诶，排队，排队，好，排队，排好，排队，排队，那拢无队啦。插队，插队啦，插队会使，插队啊，插队会使插队的，哎呀，插队啊。哦好，我你。诶，迄落，是讲什么队啦？队心歌。队新冠不是这个队。诶，我感觉这困难啊。军队啊。团队啊，军队也是队吼。啊，你拄则讲迄团队力量。团队力量，哦。那坐起来拢想无。好，咱即摆来看下，恁通啊得着几个金箍箍？哎呀，恁拢总头先赢我嘛，所以恁摕到半个金箍箍。袂歹，即摆摕到一个半，看卖有机会，佮摕搁较济，较有摕到宝藏的机会。准备接招，引来看。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色色甲红旗旗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。恁着爱判断，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。咱今仔日啦，讲真济团队啊，佮有甲合作有关系的代志。我甲你讲哦，苗栗有一队真厉害，我家己足想要甲伊加入的。啊，到底是虾米款厉害的团队？咱来做伙看卖者，引来看。苗栗哦，有一支训练甲足厉害的滚仔球队哦，因的队名叫做勇士队。咦，既然会号做勇士，是安怎？因的标志毋是人，颠倒是龙咧。这个运动呢叫滚仔球，就是摕滚仔拍球，球场顶悬呢有5个人，哦，啊一个守门员，啊4个球员。因为龙呢，伊是一个团体拍猎的动物，不管安怎，因拢做伙，甲阮的滚仔球会合，所以呢，阮啊甲这个起来做阮的队伙。龙其实是足团结的动物咯，是讲哦，常常看到野外的龙，因拢会斗阵大声咧叫。恁敢知影因安尼叫是啥物意思咧？龙在叫的意义是啥物咧？来，两位请讲。白色色为头讲到尾，互恁大家趁钱趁家伙，意思真简单。一只龙叫声
非常细声。啊，若是规定啊，若是咧叫吼，会足大声，所以呢，伊团结起来，足大声甲发出去，这敌人哦，就要来甲因攻击。安尼，恁知影无？哦，爱一阵人对吧？一阵龙做伙画。红记去安怎讲？红记记讲，恁知，互恁大家笑嗨嗨。我甲恁讲啦，因吼是用即个声音咧鼓动伴，安尼吼会当互因的做伙感情吼搁较坚强哦，搁较加强，安尼知无？鼓动伴。哎呦，这无好用的。鼓动伴，叫伊的朋友做伙来。还是讲团结的力量真大啊！甲做伙画，甲敌人惊走。嘿，哎，敏记，你感觉是倒是红记记讲的较正确，还是白雪雪？红记记，红记记哦，为什么是红记记讲的？因为白闪闪讲的一只嘛，会当叫足大声，无一定爱足一只。哦，用这个线索。对，通常一只龙的叫声甲狗啊，应该有一寡差别嘛。来丁，你感觉咧？甲伊感觉会共款。甲敏记想法共款哦。啊，甲有咧？嘛是感觉是红记记讲的较有道理哦。红记记讲的较有道理，一只龙的声音就足大声的。哦，红记记。所以你选的是红记记。敢安尼？所以你选的是红记记。敢安尼？真熬。对啦，就是红记记安尼讲。啊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你讲哦，朋友啊，紧来哦，因就甲遐其他龙的朋友叫来，互相要联络感情啦。安尼知影吼？知影。啊，恁马上来看后一个。勇士跳！伫即个团队当中，无影响主义即种代志哦。比赛的分数呢，拢是团队所有的人做伙得到的哦。正是靠团队的合作，因摕过全国的冠军哦。不过比赛的过程其实无这么简单。哦，伊109年的这个总统杯啊，阮拍到最后的比赛2分钟，下半场2分钟的时阵，阮搁输一粒球。尾啊2分钟的时阵呢，真正得了分。哦，我感觉这囡仔这个团队精神啊，互阮足感动的。因合作不认输的精神，真正互人真钦佩呢。恁敢知影，倒一句俗语会当用伫因即个故事呢？哦，倒一句俗语啊。因为就是你原本是输的，啊，到尾最后啊变颠倒赢呢。平半。哦，到底是倒一句俗语？咱听看卖红记甲白雪是安怎讲？会当讲牛条内搭牛母，因为这牛条内牛母哦非常大只，嘛非常的歹。其他的牛哦爱围起来，团结起来，才会当甲这个牛母哦拼倒。拼赢，安尼你知影无？牛条内搭牛母，哦，这句敢若嘛真深哦，真深。袂要紧，咱听看卖啊，红记安怎讲？我的答案呢是蚵仔鱼浸水，这个意思呢就是讲吼，蚵仔鱼因呢逆流而上，水对遮来，鱼呢对遮去哩，所以呢就代表讲人吼无认输，安尼知无？蚵仔鱼浸水啊！我刚才想讲浸鸡排，蚵仔鱼摕去浸，蚵仔鱼浸水，浸水，哦，浸水逆流而上，哦。你想要选白雪雪请野手？红记记的，红记记的，敢若一个尔，敢若一位。其他的人有参加无？无，想看卖啊的呢。因为因搁伫丢图。新武，你有啥物想法？你会当讲出来？就是尴尬。来，我请问一下，要放弃的请野手。无要放弃。我先选一个啊，红记记的请野手。无认输。所以恁确定要选的是红记记。敢安尼？
调来搭有某一句话，就是讲一个团队内面，内面的人互相相搭，就是内斗的这种感觉。安尼知影？甲迄个白雪雪讲的完全无共款。对，所以伊讲的答案是唔对的哦。咱来看卖恁对着几题，拢总对着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厉害哦！2届摕宝藏的机会，敢会摕到咧？引来个。泸州新将队有2个金扣扣，有2届摕宝藏的机会。安尼想要先选倒一个动物？你想要选倒一个动物？哪里就好，当尾选牛，搁梅花鹿。好。最好参详，大家拢 OK 哦。会用的哦。会用好，安尼手先甲放在顶悬。我讲请饲落的时阵才饲落哦。轻轻哦。第一个金扣扣要送互长尾山牛，请饲落。out。猜错了啦。啊！剩一个机会啊！9号梅花鹿，哪里？你有啥物想法？9号明基，你想要选？全部拢明基你选的。不，拄则是新武啊。哦，新武你选的。新武啊，即摆我明基，感觉是9号。恁其他人嘛想要选哪里？嘉有你想要选哪里哦？是安怎要选哪里？尴尬。尴尬。就是感觉。瑞婷呢？我要选这。你想要选9号？哦，瑞婷要选那个9号。啊，新武你咧？9号。哦，所以9号有3票。 9号有3票。哦，一个金扣扣，剩一个金扣扣。一个金扣扣。请起来。哇！厉害诶！这个好选的啦。颁奖。这个选的啦，一个人佫是2组，哇！佫甲阮介绍一下，这尔好耍的佚佗物仔是啥？这哦是化学的，用这化学的吼，内底有这水晶啊，你会使甲伊摕出来。哦，摕出来，对，摕出来。你之前敢捌算过这？无，应该是真趣味哦。你若拢知影，感觉是你9号啊？就一种感觉。尴尬。就是一种感觉嘛。尴尬。哇，这第6感。第6感，这感觉会好，嘛是因为因台语讲得好。对。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后台语。